真高兴能见到你，满心欢喜地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再一次，真高兴能见到你，满心欢喜地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夏天，这个暑假有安排很多的课程，包括我们有这个教育处的西游盖有趣，包括我们文化局有阅读相关的活动，还有为大家规划46条路线的这个课程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暑假期间好好的充实自己，多元学习。基金会尽量来举办文教方面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这个基金会呢，除了目前的一些活动之外，我们有请这个知名的学者来演讲，我们也有这个提供很高额的奖助。基金会开创初期，聘请张炳光律师担任本会第1届及第2届董事长。老师，你们都可以叫我玉米妈妈，都可以，好不好？对，加玉米。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玉米怎么吃。就这样吃哦，要不要煮一煮再吃？用手拿着吃啊。用手拿着吃哦，现在也可以啦。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哦。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爆米花。对，好。是我爸爸杨建宝先生，那么他以前是老师出身，小学老师哈，所以他一直叮咛我们这个成立基金会呢，那我们要专注在文教方面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感觉到在暑假的时候，而且小学生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打发他们的时间，所以后来我们就构思这样的一个多多龙的一个夏令营，那我们这个规划的很多很好的一些课程，我们请了一些老师专业的老师来跟同学们上课，中间呢还有一天呢，我们是户外教学我们带领这个学生到各个景点去参观，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对小学生在暑假当中短短5天，他们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这样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这是我们当初构思多多林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点。我们很感谢我们建大的总裁他们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事业做得成功，也顾虑到我们地方这个孩童们的一个这个成长发展那他们在22年前就在园林开始有多多龙的这个夏令营，那后来呢，在6年前又开始在北彰化办了这个牛顿的科学营那可以说在暑假期间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那课程真的是非常丰富，包括讲的有课外活动，包括讲的有戏剧营，包括里面还有非常多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人，以及呢这个AIoT 的这个物联等等的一些课程那都请了我们这各个行业的这个处教来做相关的一个教学。我相信透过5天的学习下来，我们的同学绝对是收获满满，而且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课程上面没办法满足学生的，让他们多样性的学习。我相信未来对他们的一个发展会有更加的不一样。